目前已经准备就绪了，他现在就是等到下礼拜二可以出赛。他上一次的实战的状况，比如说球速啊各方面这样子的。球速投到了97颗了。是什么时候比较？上礼拜三。上周三。这是模拟吗？还是队内？队内赛。这比赛还会再投？不会的。不会。就是牛棚。对。那相信就是这段时间训练已经都到位了，然后所以说现在就是等到24号的正式的出赛。话我就要来倒数喽，3、2、1，请揭晓。好，代表冠宇的12号呢，将会是他在乐天桃园的背号。当球童的时候，就觉得当职棒选手非常帅气，所以当下给自己有一个很遥远的一个目标，就是未来想要穿上自己的中文球衣在球场上打球。然后很谢谢家人，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在这一路上的陪伴，还有我老婆大学毕业之后就到日本照顾我的生活起居。然后谢谢从小到日本所栽培过我的教练，还有这半年来安永仙屋对我的指导，还有那个无后顾之忧的练习环境，很开心今天就可以加入乐天桃园这个大家庭。然后未来我已经迫不及待可以跟我们的强大队友们在下半球季拿下冠军跟一整年的总冠军。谢谢。日本語で、失礼いたします。蔡コミッショナーはじめ、今日は数多くの関係者の方々、チェン投手のですね、入団会見にお集まりいただきまして大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不好意思，用日文致辞。今天会长以及现场的媒体朋友们，谢谢到现场。感谢大家莅临现场。今日このようにですね、皆様のおかげもありまして、チェン投手の入団会見に至ったことを大変ありがたく感じております。我很高兴，双方在联盟的这个条件很快的，加盟的条件很快的谈好，然后呢，达成的双方的共识，相当的高興。日本でも大活躍いたしましたこのチェン投手がですね、台湾でもナイスピッチングをしてですね、新たに台湾の野球に新しい風を吹かしていただけることを大変期待して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我很期待陈冠宇投手之前在日本职棒的表现相当的优秀，所以在台湾也是一样表现得很好，希望可以贡献我们球队。これからもこのチェン投手、そして楽天モンキーズの末永いご支援を大変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以上で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希望请球迷朋友们支持陈冠宇投手以及我们乐天桃园队。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副董事长为我们球团以及为我们的冠宇带来祝福，当然也很开心冠宇呢加入我们乐天的大家庭。